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礼拜前咱来团练2首圣诗。第一首是242首，圣诗242首。这首诗其实咱也足熟的吼。伊的歌词是出对诗篇121篇。我来读一遍，互大家听，大家来欣赏，大家来感触。诗篇121篇。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对叨落来？我的帮赞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你较无拄面。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拄面，也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应允。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无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日时直到永远。这是一首足水的诗歌吼，咱也足熟。咱这首诗作词就是陆宪春牧师，进前我原来有小可介绍过。伊会使对淡水教会出身，也有去日本读册。伊一世人上重要的2项对教会的贡献，第一就是伊对圣乐的贡献，第二就是伊伫原住民的宣教的贡献。咱重点就是了解这个部分。咱来吟这首242首。当作有4节吼。第1节，我的目睭。平安，祝福福利。
即个第三节，第三节遐即个第三节的第三句伊伫正边得做你的应咱读应影，读应过来第四节即个上尾即上尾一句就是讲心神安定咱注意即两个部分咱过来练第二首的圣诗圣诗609首即首诗我嘛是有年纪啦所以即首诗对古早唱到即阵敢若有一段时间较少唱。即首诗是真温暖的诗歌，一个咱教会讲的，咱一个 family， 咱一个家庭的即种感觉伫牧师用即个互人得福，用阿必兰的故事讲到以后，咱来用即首诗来回应，咱来用即首609首。咱人伫厝听堂内面，给你愈大福气，兄弟姊妹到尾三千，一对那阵第二站，伫咱天北所见，归路热心。一切艰难，我愈心惊，百面对主，求土地三站。虽然暂时三年，心内微微伤悲，咱若是相。温情欢喜，勇敢当行到天，你我三听，好无听见，期待因更日子第五站，时时着我将病最后拢总脱离。完全的听，永远的你，孤单的天听。过去咧唱即首诗，我感觉无遐紧但是这时代的脚步拢愈来愈紧，所以咱变做唱足紧的，变做阁有小可时间。咱过来唱第一节，咱来即边。来唱较慢，当然咱等下礼拜时，共阮用即个速度袂要紧咱来试看觅，去体会。我主要是讲来体会即个歌词的意思。咱唱第一节就较慢小可，拜托。第一节。地主听堂内面，给你愈大。多谢咱练习到这，准备先来做礼拜。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妇女事工奉献主日，奉献地放伫咱的座位的头前，请咱关心甲奉献。
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祷告。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伊疼世间到安尼，因为上帝找囝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大家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42首，圣诗242首。
即是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后代，伊在世上马利亚之时，伊配来受苦，变是地死，埋葬为父，第三日对上中国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后面，伊要对马利亚心活，咱来相信。我是圣神，我是公平道的。信道相通，做下辈肉体过活，永远活命。请坐。咱三甲用考验文来应答上帝话。咱的考验文伫诗篇121篇，诗篇121篇，伫圣诗的后面1053页。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是对上主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看保守以色列的，保守你的是上主。日时太阳无伤你。上主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你出日入，上主要保守你。同心来祈祷，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每一日的需要拢无欠缺，互阮生活富足。日日享受有你同在的福气。今仔日是妇女纪念主日，阮看见伫圣经中有侪的妇女，因跟对主的脚步，温群来服侍，用敬虔的态度服侍主，流露美好的脚跡，成做阮服侍的模范。主，阮要遵守甲你所立服侍的约，尽心尽力伫一切的代志。互阮伫服侍中会当照着你所赐的智慧，赐互阮做工的力量。阮的祈祷有你咧听，阮就袂孤单。伫3月的头一礼拜，嘛是世界公道日。世界公道日是对一群的妇女因勇敢站出来所发起的。今年世界公道日来到的国家是台湾。伫即个时阵，有144个国家同时伫为着台湾来祈祷。主，这是稳定的时刻，是历史上的见证。照着为台湾祈祷，互台湾搁一摆被世界来看见。主，阮要感谢你，赐互阮伫即个美丽的世界。感谢你将百般的福气赐互台湾。阮要将上赞归乎上主。祈祷的人愈侪，即个土地就充满搁较侪的和平、甲仁爱、公义。稳定的主，求你赦免阮的自私、骄傲、夸口，阮阿耳无听你的声，用阮家己自转所想的，做你所无欢喜的代志。求你洗净阮，帮助阮。互阮的听是有行动的，互阮的喙是学老的，互阮的心是谦卑甲柔软的。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因为通过你所赏赐阮的智慧，甲启示阮的灵，互阮会当出黑暗，入伫光明中间，互阮所行的会当活出你所爱的款式。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因为你咧听，互阮的心灵安稳自在，有搁较大的信心甲愿望倚靠。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我的
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2章第1节到第4节。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4节，伫圣经的第10页。请咱做伙来看。上主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赐福伊；咒诅你的，我要责罚伊。地上万国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第4节，亚伯兰照上主吩咐的话就去，路得也甲伊去。咱讲道请陈美玲牧师，伊的题目是“互人得到福气”。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的圣诗611首，地主的人有幸福。这首诗歌是我上爱的台语圣诗，因为每一届伫唱的时，无论迄当时的境遇是安怎，我拢感觉我非常非常的幸福。因为就亲像歌词所讲的，虽然行黑暗山谷，若缀耶稣的脚步，会得主甲咱带路。兄弟姊妹，你咧？你敢有感觉信耶稣是非常幸福的代志咧？如果你无比其他人较有钱、较健康、较有成就，但是因为耶稣，你较感觉你非常幸福的话，恭喜你甲世界真大多数的人比较起来，你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因为根据伫2022年联合国，因对全世界超过150个国家做一个幸福的统计。因根据遮个国家的 GPT 社会保障，也是社会支持、自由、社会慷慨程度，而遐做一个排名。咱的台湾伫150个国家内面排名第26名，甚至咱是东亚的国家，咱是排名第1名。所以咱比世界真大多数的国家来讲，咱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人。但是如果已经真做基督徒的你，无啥物幸福的感觉。甚至你感觉家己真无快乐，除了一寡现实环境的因素，亲像经济、工作压力，也是健康，这需要去调整以外，你嘛爱检验你家己的信仰。到底你的灵性是甚物款的状况？到底你甲耶稣的关系是甚物款的关系？当然，幸福无一个标准，亲像讲一个代志，有的人会感觉真幸福，但是有的人无啥物感受。也是当伫经历一件代志的时，有人会感觉讲哦，那遐尔痛苦，但是有的人感觉食苦当做伫食补。毋过，当咱接受耶稣进入咱的心，咱就应该重新来定义幸福的安尼意义，因为咱拢知影真正会当互咱幸福的来源是甚物。今仔日的经文对伫福有真好的解说，并且伊嘛突破一般人对福气的定义，譬如讲。华人的世界认为福禄寿也是五子登科，这就是福气。也是咱的定义讲啊，我得到统一发票，也是乐透，也是我摕到什物免费的这优待，这种的小确幸就是福气。但是这种的无烦无恼，什物拢有，也是碰运气、看命运的安尼祝福，兼是上帝要互咱的祝福咧。咱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的主角就是亚伯拉罕。伊原本叫做亚伯兰，但是上帝甲伊改名叫做亚伯拉罕。通常伫教会内面，咱会称呼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信心的老爸。但是伊减一开始就遐尔有信心咧。伫今仔日的经文，伊看起来真正是非常有信心。但是伊嘛有信心，突然间降价的时阵，伫后来的经文咱有看见，伊为着要保存家己的性命。伊出卖伊的太太，并且安尼错误是犯2届。但是伫了后的亚伯拉罕，伊互上帝称赞伊是有信心的人。为什么？因为伊愿意一步一步跟缀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的操练，所以嘛因为安尼，伊的信心哪来哪成长。但是上帝若要互一个人有信心，毋是应该互伊供应伊？填满伊所有的需要吗？安尼，咱若啥物拢有的是，咱毋是较有信心吗？但是真奇怪的是，上帝伫
伫上帝甲亚伯拉罕所讲的话内面，较毋是互伊、降临伊，反倒上帝是叫伊离开。上帝甲伊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搁较奇怪的是，上帝无清楚指示伊要安怎行，要去到倒位。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若听上帝的话去离开，就表示伫伊的头前是一个未知的未来。伫上帝的讲话内面，咱看见上帝爱伊离开3项，就是本地、本族、老爸家。但是上帝为什么爱伊离开？兼讲亚伯拉罕留伫本地、本族、老爸家，就袂当领受上帝应允来成做大国，就袂当成做别人的祝福吗？兼讲上帝的气力伫亚伯拉罕的故乡就会受到限制，无法度显明，无能力，所以才需要叫亚伯拉罕离开伊的故乡吗？上帝爱亚伯拉罕离开。是爱亚伯拉罕脱离伊故乡迄种宗教的羁绊。伫亚伯拉罕的故乡施行拜月娘，并且因的宗教行为是非常无道德的，就是爱甲庙里的女祭司来发生迄个性的关系。所以伫遐尔啊败坏的一个处境，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是爱伊行出一条属伫上帝的新的一条路。因为伊若继续留伫遐，真容易互当地的宗教同化，也是讲对败坏的事哪来哪麻痹，然后价值观、生活的态度就缀歹去行。所以上帝爱亚伯拉罕，毋通糊里糊涂，嘛毋通因为习惯就去跟缀一个真空虚的宗教。上帝要互伊亲身来经验迄位呼召伊的上帝。是真实、阁有权能的上帝。另外，上帝爱伊离开本族，这个本族就是亲族、亲人的意思。这毋是讲爱伊切断甲所有亲人的关联。因咱看见最后亚伯拉罕离开的时，是带伊的侄仔路得，甲伊做伙离开故乡，所以表示伊关心伊的亲人。直接讲的离开亲族，是讲爱离开迄个传统的羁绊。咱中间真侪，咱有家庭的传统真好，但是老实讲，有的传统嘛毋是遐尔好。若这个歹的传统继续落去，咱的后一代伫耳濡目染的下面，真容易将这个歹的传统来继续传承落去。所以上帝爱亚伯拉罕脱离迄个传统的包袱、传统的影响，爱伊伫上帝的心意内面。按照真理来起造新的文化，最后上帝爱亚伯拉罕离开老爸的家，就是爱伊脱离生活习惯的瓦烂甲舒适的范围。对一寡人来讲，家是一个城堡，会当保护咱，互咱真安全。但是有当时即个家嘛有可能是一个人甲人考入去，互人无法度独立。互人感觉真约束，也是真痛苦。所以亚伯拉罕离开伊老爸家，才有可能互伊伫未来所要发生的代志、困难的内面，会当得到训练，会当得到成长甲突破。所以咱看见上帝互亚伯拉罕的这3个离开，真正是非常大的挑战，甚至是接近迄个残忍的地步。伫新约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有讲，对神亚伯拉罕受召的时，就顺命令出去，到将来要得到罪孽的地，伊出去毋知要去叨落。所以这甲咱讲，伊若接受上帝呼召离开，不但是爱断绝伊过去的一切，并且连伊的未来，伊嘛无一个方向。这个离开，敢真正是上帝祝福咧？我想这就是真侪人毋敢接受呼召的原因。我讲的呼召，毋是讲去读神学院去做宣教师，才是叫做呼召。上帝呼召咱，毋是干那去读神学院尔。上帝呼召咱，爱咱伫咱的生活内面有好的见证，有好的影响力。但是有时阵安尼呼召，需要咱除去咱歹的迄个旧性。需要咱离开咱真熟悉的一切，
遐尼侪违反人性、遐尼大的无确定性，就会互咱怀疑讲，这到底是毋是上帝的祝福？但是当我去回想以色列人的历史，我就较会当明白亚伯拉罕的离开甲上帝的祝福这两项中间的关系。伫出埃及的时期，咱看见因为以色列人因无顺坦上帝，所以上帝处罚因伫旷野行40年。其实出埃及到伫迦南的安尼路程，根本无需要行40年。但是这40年，旧的一代过去，只有迄当时20岁以下少年的一代，才会当入去上帝应允的迦南地。上帝为什么遐尔残忍？因为上帝爱因伫旷野，将因伫埃及400年的迄个奴才性来磨掉。咱来想看卖，一个做奴才真久的人，伊敢知影安怎做主人？所以即群人若真紧就入去迦南地，真有可能就成做迦南人的奴才。所以上帝互因离开埃及，伫旷野40年，40年足久的呢。但是上帝一路训练因，离开，互因学习成做上帝的囝儿。离开嘛，互咱看见上帝接续落来的祝福。另外，上帝呼召耶利米出来做先知的时，嘛是安尼。上帝对耶利米讲：看，今仔日我设立你伫列邦列国的顶面，是为着要挖出、要拆毁、要败坏、要掐倒、要建立、要栽培。耶利米的工课就是去宣布上帝要审判的信息。但是咱看见，当以色列人伫受掠、伫离开因的故乡，看起来是真悲惨的安尼一个期间。但是上帝讲安怎？上帝要起造因，上帝要栽培因，上帝要重新来换新。所以离开，互因学习顺坦。离开嘛是上帝要重新来起造因的开始。兄弟姊妹，上帝有当时啊嘛想尽办法，要将咱带离开迄个真舒适的范围。伫即个过程中间，咱爱离开咱的习惯，咱的罪，迄一定真痛，嘛真无爽快。咱会感觉我毋是伫做家己。但是只要咱愿意顺坦上帝，离开就袂是一个结局，伊是一个开始，是咱要得到上帝祝福的开始。另外，咱伫亚伯拉罕的离开，咱嘛看见伊毋是盲目的，伊知影甲伊讲话即位上帝，甲伊四周围迄个世界生命是无共款的。虽然伊对上帝要毋是讲真捌，毋是讲认捌遐尔深，但是伊愿意将家己交互上帝，互上帝来安排伊头前的路。所以这嘛是甲咱中间咱无共款信仰程度的兄弟姊妹有一个真好的提醒，就是咱世界上无一个人会当讲伊信仰是捌透透的，因为咱是有限的人，咱绝对无法度来认捌即个无限的上帝。但是亲像亚伯拉罕，当伊愿意将家己交互即位上帝，迄当时伊要毋是遐尔认捌上帝，但是伊愿意将家己交互伊。伫祈求的过程中间，怀疑嘛渐渐清明。搁来，上帝甲亚伯拉罕讲：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祝福因；咒诅你的，我要责罚因。看到这，我感觉上帝非常的幽默。亚伯拉罕才拄啊，互上帝呼召，叫伊离开故乡，是拄啊的代志哦。伊嘛毋知讲伊了后要去住伫倒位，上帝就讲要互伊成做大国。亚伯拉罕迄当时已经75岁，连一个囡仔嘛生袂出来，是要安怎有遐尼济子孙会当成做大国咧？伊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伊不过有一寡牛甲羊，但是上帝竟然讲要互伊互人尊敬，安尼上帝到底是咧讲啥物？上帝应允亚伯拉罕要成做大国，
伫遮的大，毋是人数，毋是土地，毋是武力方面的大。上帝要互亚伯拉罕的大国，是起造伫上帝的国度。即个国度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组成的国度。即个国度内面的百姓有上帝的形象，愿意离开愿意去遵行上帝的话去行。但是真可惜，咱看见渐渐亚伯拉罕即个国度内面的百姓嘛是惊败坏，离开上帝。这咱对以色列的历史看会出来。但是亚伯拉罕的大国嘛有另外一种属灵的意义，就是咱遮信耶稣的人，咱嘛是亚伯拉罕国内面的一份子。伫加拉太书第3章29节有讲：恁若属基督，就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照应允来做后裔。奇怪，咱遮的人毋是以色列人，咱嘛毋是伫古代的人。咱甲亚伯拉罕差遐尼远，为虾米咱会当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咧？咱甲伊有啥物款的关系咧？伫罗马书第4章16节到17节有讲，所以是对神通照恩典，要互应允坚固伫正后裔，毋那伫属律法的。属律法的，就是讲以色列人嘛伫属亚伯拉罕的神的。就是讲，咱若因为信耶稣，咱嘛是属伫亚伯拉罕的神的即群人，所以即个应允嘛伫咱的身躯顶。所以咱看见耶稣基督拍破即个黑暗的限制，互咱遮毋是以色列人的人，会当因为相信来得到上帝互亚伯拉罕的即个永远的约，甲永远的应允。但是咱看圣经。上帝应允敢有真正实现呢？亚伯拉罕在生的时，是有几个子孙无毋对啦，是有一片会当徛起的土地无毋对啦。毋过，这甲上帝应允的大国、大名声差真远呢。上帝予亚伯拉罕的祝福敢有拍折？我伫思考即个问题时，我就对创世纪12章掀到25章。来看亚伯拉罕，伊伫回应上帝呼召了后，上帝是安怎祝福伊？当亚伯拉罕让互伊的侄仔路得，迄片有水源、适合养饲、精生的迄个约旦平原的以后，咱看见上帝无互伊的产业，因为土地的缘故受到损伤。反倒，伊虽然毋是经迄个真丰富的平原。但是伊的财产、伊的牛羊哪来哪多？当亚伯拉罕听见伊的侄仔路得，互人掠去，伊敢若带318人，318人，毋是兵，是伊厝内的奴仆，伊厝内的壮丁，伊带这318个人，就杀赢4个国家组成的军队，将路得甲伊的财产拢总救回来。上帝嘛，伫伊100岁时，互伊一个后生以撒。伫伊年老，为着囡仔婚姻伫遐烦恼的时，上帝嘛，互伊一位忠心、有智慧的奴仆，帮助以撒找着适合的查某囡仔来做太太。所以，当我伫看12章到25章的时，我就知影上帝的祝福无拍折，上帝互亚伯拉罕的祝福。甲应允是分散伫伊生命所有的时刻，所以虽然亚伯拉罕伊活地时，伊无看见上帝应允伫遐实现，伊无看见一个大国，伊无看见真侪的子孙，但是伊体会到伫伊生命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上帝拢甲伊同在，上帝拢帮助伊、提醒伊，上帝的同在赢过物质的祝福。这敢毋是上大的福气吗？所以兄弟姊妹，伫亚伯拉罕的故事内面，真做大国有受人尊敬的名声，拢毋是上帝要互人上主要的祝福，甚至咱会当讲遐是次要的祝福，因为有上帝的同在，亚伯拉罕才有可能会当真做大国，才有可能互人尊敬，因为咱看。伫离开故乡伊，虽然有财产，有一寡的牛甲羊，
但是伊敢若是一个家庭，伊啥物拢无，哪有可能真做大国？伊哪有可能互人尊敬？所以，若毋是上帝同在，绝对袂有遮个代志。并且，咱嘛知影，若无上帝同在，敢若想要靠人的道无来成就好名声、好工业，嘛是无可能的。因为若是一摆天灾，或是一摆意外，有可能就互咱徛袂起来。但是，若有上帝同在，虽然伫灾难，虽然伫困窘的内面，咱的内心永远会有平安。所以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真久啊，但是你追求的方向敢有正确？你敢有可能用你一生、用尽你一生的时间，是伫遐追求遐次要的祝福？啊，上帝求你，互我身躯健康；上帝求你，互我工作顺利。咱拢是伫遐求遐次要的祝福，咱就袂记你真主要的祝福是啥？就是上帝同在。所以，毋茫讲，咱会当调整咱的方向，重新来定义上帝的祝福是啥物。我相信，咱的每一日一定会活伫喜乐甲平安的内面。听起来，敢若即篇的讲道到遮就要结束啊，但是还袂结束，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毋是停留伫领受祝福就好啊。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你要互人得到福气。”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意思就是提醒咱，毋是咱得到福气就好，咱嘛爱将福气送互别人，互别人来得到福气。但是福气要安怎送咧？福气毋是讲咱会当用手摕，然后转送互别人的一种物件。所以要安怎互别人因为我来得到祝福咧？透过上帝差遣亚伯拉罕进入一个新的所在，就好亲像互咱的一个提醒。咱爱进入别人的生命甲因的内心，才有机会成做伊的祝福。我相信咱拢知，即个时代是一个真冷淡的时代，所以需要咱这基督徒对人付出道成肉体的关怀。什么叫做道成肉体的关怀？就是亲像耶稣。耶稣伊本来是上帝，但是伊道成肉体，伊毋是用神的形象，伊毋是用相对下的方式。耶稣真做甲咱同款是人的方式，来到咱的中间来帮助咱。伊用真侪时间甲人做伙，特别是社会阶级较低的人。所以耶稣伫2000年以来，伊继续产生迄个影响力。历代的人嘛，因为伊得到赦罪，得到永远的祝福。所以第一项，咱是道成肉体的关怀，进入人的生命，进入人的心。另外，咱嘛会当用具体的方法来祝福伫生活顶面有需要的人，互人因为咱送出去的祝福，来谈到迄个主恩的滋味。但是上重要的，也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去祝福人的，就是灵性的关怀。因为人类哪文明，咱的经济哪来哪发展，其实人的灵性哪来哪空虚。所以真侪人因伫下班了后，因会去打坐，因会去禅修，因会去冥想，就是望用这方式，互家己会当安静落来。但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拢会晓啊，咱嘛拢知影的，就是祈祷，祈祷就是上好的方式。咱伫祈祷的时，嘛毋是空空伫遐想尔，咱祈祷是有对象的，并且咱嘛相信即个对象会听咱的祈祷。所以咱会当将耶稣介绍互咱的朋友，互因的性命嘛会当经历迄个医治甲换新。但是你可能会讲，我啥物拢无呢，我毋知安怎甲人分享呢。有一个老太太，伊每工拢爱灌2个水桶去抢水，但是其中有一个水桶就破空的，所以伊哪行即个水就哪流，等伊转去厝里，敢若剩半桶水。所以有人甲伊讲，哎呀，你著换一个新的水桶就好嘛。但是即个老太太带伊去行，去看伊每一工行过的路。哇！伊行过路，路边拢开真侪真水的花。你看，我每一工流的水，互因得到润泽，互这花得到成长。
兄弟姊妹，上帝已经祝福咱，咱毋是什么拢无的人，咱有上帝祝福，所以咱会当学习，亲像保罗所讲的，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就是怜悯的爸，赏赐逐样安慰的上帝，得到学乐。阮伫逐样患难中，伊安慰阮，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来安慰逐样患难中的人。上帝赏赐互咱安慰，就是要互咱去安慰伫患难中的人。所以，望咱透过亚伯拉罕伊的顺服，甲伊的回应，来操练咱家己的性命，互家己甲四周围的人，因为咱来得到上大的福气。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阮遐尼大的福气，就是你来到即个世间，死伫十字架顶，成做阮的救主，互阮得到即个赦罪永活的福气。主也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勇敢将安尼福气嘛分享互四周围还未认捌你的人，因为阮相信，阮接受遐尼大上大的福气了后，世间四周围或者的人因还未接受到，因要伫祈求迄个次要的祝福，所以递到因的心灵空虚。总是主，阮的心灵满足是因为你，就恳求你伫阮的中间帮助阮，互阮会当将安尼的福气带互四周围的人。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
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若是无做工的，独独信迄个穿不勤的人做义的，伊的信就甲伊算做义。罗马书第4章第5节。若是无做工的，独独信迄个穿不勤的人做义的，伊的信就甲伊算做义。大家来念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609首，609首，请起立。请坐，咱来准备咱的奉献。请庄博雅执事、廖敏树执事。
请坐。咱来看消息甲报告。今仔日为着妇女事工纪念主日以及本教会摩西牧区妇女团契主日，由妇女团契负责第一场的礼拜的服侍。多谢妇女团契，请兄姐关心奉献。第六点，中理大学2022年学年度第2学期以及社会局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定伫3月7拜二早起9点，要举行开学礼拜以及课程。有意要报名上课的，请向干事来报名。请你带健保卡并填写报名单。遗体关怀，本会出身的廖俊松传道、廖罗素梅姐伊的长子，今仔日下晡3点要按摩，并且就任文乐会目山教会的牧师。礼拜地点伫北大年二小家园。下面有咱下周圣工的负责，请咱家己看。若是奉献有错误的，请甲中级订正。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咱后礼拜开始，咱的一寡社区事工陆续拢要开始，吼，咱嘛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关心，也是参加。咱伫拜六，咱有针对儿童甲国中生有一个光明之子的安尼一个课程。咱伫拜二到拜五，咱有社区的据点遮个课程，吼，拢欢迎大家当做伙来参加。咱嘛伫咱的学的性命教育嘛拢开始，吼，嘛恳求主会当来保守，吼，咱嘛定定为着遮个来祈祷。吼，所以咱即时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吼，咱今仔日嘛真欢喜，看到真久无伫咱中间的水晶长老甲平南乡，吼嘛有赖长老、长老娘，吼，咱即时咱的即马疫情已经较缓和啊，吼，所以欢迎咱兄弟姊妹会当转来做礼拜。吼，我相信转来做礼拜伫教会迄种感觉，一定甲伫厝里看视讯的时种是无共款的感受。吼，所以望兄弟姊妹会当转来，会当做伙来做礼拜。好，咱即时咱为着咱的机体来祈祷。好，除了咱为着继续为着世界土耳其的地动，也是为着乌克兰的战争，嘛为着咱的台湾，为着宣教师来祈祷以外，吼，咱嘛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怀孕的姊妹，咱怀孕的姊妹真感谢主吼。除了语文以外，咱嘛增加祈云吼，所以嘛恭喜咱迄个庆仁长老甲长老娘要搁做阿公甲阿嬷吼，咱嘛为着祈云怀孕的过程来祈祷。咱嘛为着大院的机体来祈祷，咱继续为着启圣乡来祈祷，恳求主恢复伊的体力，互伊会当紧紧来得到快乐。嘛为着过间接事的爸爸和廖世平，甲伊哥哥廖金生兄来祈祷。吼，咱嘛为着机体来祈祷，伫厝里疗养的单静长老，互伊的身躯最近较无好势，咱恳求主祝福。嘛林浩杰、著名长老、寿贤姐、道明兄、美容姐、明珠姐、阿淑姐、俊生兄。阿卡姐、赵雄兄来负责，秋菊姐、应轩、张老师、邓妈妈、龚琪姐、单基乡长老、以礼、素梅姐、方梅姐、谢林兄、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佑庄兄、李雀老师，互咱开喙，为着遮的事，为着遮的机体，咱做伙来祈祷。做种毋是你创造世界的原因，我叫你恢复阮来新的安尼一个，叫你来创造阮拄起阮的罪，会当伫这个世界继续影响咱。我们要为着妇女团体来祈祷，讲着你保守即阵的姊妹，互因伫每一届做伙中间，互因灵命当拿来心中，互因来当我也要为着教会来祈祷，教会建堂事工，逐样的事工拢陆续开始。恳求你帮助因带，我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余文甲启云来祈祷，恳求你祝福帮助因甲因巴倒来囡仔，为着身体忝安尼遐来祈祷，都特别为着你第一的慈善上，往过一届祈祷，恳求你医治和健康恢复健康，也是规间接触的哥哥爸爸，恳求你医治，然后为着遗体你处理疗养遗体来祈祷，为你祝福报告。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来祈祷。
主恳求你大心谦卑阮的心，互阮互阮的心会当因为幸福伫你，用安尼的态度来祈祷。互阮相信，阮的祈祷毋是要来改变主你的意思，是阮要幸福伫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意思。阮要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主，阮看见即个世界真济的天灾人祸，这毋是你创造世界的原意，是阮的罪所引起的。恳求主，你会当除去遮个罪，帮助阮恢复你创造阮的时迄款的美好，互世界所有国家会当有和平，互人民的生活会当真平安。阮嘛要为着台湾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即块土地，互阮虽然真细的一块土地，但是阮顶面有2000几万的人。主恳求你也帮赞，恳求你也怜悯，互要袂信你的同胞会当透过阮，会当互因会当认捌你。阮嘛要为着伫各地宣教士祈祷，特别伫真济真危险的所在宣教的遮个人，恳求你保守因的安全，也互因做会工会当来有效果。阮嘛要为着阮教会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的教会更长的时间，恳求你互阮兄弟姊妹同心合意，也互阮会当突破种种的困难。阮也要为着阮伫后礼拜开始遮个社区宣教的时间，也恳求你会当来使用遮个时间，互接触的人会当透过阮的付出，会当来认捌你。阮嘛要为着怀孕的姊妹宇文甲徐云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互因有健康的身躯，也保守因巴肚内的囡仔拢有平安健康。也为着大院的饲算兄、细平兄、金生兄来祈祷，恳求你保守这3位兄弟，互因紧紧来恢复体力。恳求主你完全医治，互因会当得到上帝你极大的祝福。阮也要为着你处理疗养的兄弟姊妹祈祷。阮看见有真侪兄弟姊妹身躯有病痛，也是年老伫厝里伫遐来休息的。主恳求你也保守医治，互因紧紧来恢复健康。今仔日阮也要特别为着阮的詹老师来祈祷，伊感冒真严重，也恳求你医治，互伊紧紧来恢复。阮将教会的兄弟姊妹拢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你照顾。阮也感谢你，互阮有伫教会中间有无共款的年龄，有无共款的团契，会当伫遮彼此造就。阮也特别为着阮的妇女团契来求主来祝福，保守遮个姊妹伫每一礼拜的聚会内面，会当信仰哪来哪成长，也嘛会当诚做教会、诚做家庭内面的祝福。愿恳求你来保守看顾，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圣诗402首，402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